大家好，澳門事發喺11月11號晚上，一名本澳女子喺同係本澳居民嘅男子住所裏邊提出分手。我們分手啦！涉案男子聞言即掌摑女事主，導致佢跌倒受傷。女事主要致電報警嘅時候，被涉案男子奪去佢嘅手機，以此勒索兩人交往期間嘅共同消費，合共7萬澳門元。女事主因為擔心自身安全而被逼就範。同涉案男子到附近自動櫃員機提取5000澳門元，連同身上5000澳門元現金一併交出，又透過手機銀行向對方轉賬1萬澳門元。由於女事主無力支付餘款，涉案男子遂交還手機，並叫事主稍後再歸還5萬澳門元。隨後兩人各自離開。事主喺次日凌晨報警求助，司警局第4統籌科跟進調查，喺11月12號上晝喺涉案男子住所將佢截獲，喺其身上同埋住所內搜獲1萬澳門元現金贓款，以及用作接收事主轉賬嘅手機。司警根據調查所得，以勒索及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等罪，將涉案男子移送檢察院偵辦。